香港建造業正處於黃金10年，各項嘅大型基建同樓宇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。未來嘅公營房屋嘅需求亦都為建造業帶嚟更多嘅機遇。再加上嚟緊幾年，優質住宅同商廈更注重綠色建築嘅設計與施工，配合咗創新嘅科技嘅應用，為香港建造業注入咗個新嘅動力。多年嚟 ，Ivy 與業界保持緊密嘅合作，回應行業嘅需要，提供實務嘅訓練，培養出色又年輕嘅工程專才。我哋公司裏邊有好多管理層同埋同事都係 Ivy 嘅畢業生。我發覺 Ivy 學生勤奮上進，對工程有深入嘅了解，都好有熱誠。由於 Ivy 嘅課程內容緊貼行業嘅發展，畢業生識得好多先進技術、實戰經驗同埋專業知識都非常之豐富。機電工程同基建發展係息息相關，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嘅落成，必定會帶動機電工程師嘅需求，所以投身機電工程行業係非常有前途嘅。要做一個勝任嘅機電工程師，除咗要有紮實嘅理論基礎，亦都要具備豐富嘅實戰經驗。Ivy 課程俾到同學全面嘅學術同埋技能方面嘅訓練，裝備佢哋迎接未來嘅挑戰，做個出色嘅機電工程師。我哋與 Ivy 一直都係合作無間，我哋每年都提供好多實習機會俾 Ivy 嘅學生。之後我哋都請返好多參加過實習計劃嘅畢業生，因為佢哋已經好熟悉我哋嘅運作，所以工作好快上手，表現相當好。喺 Ivy 讀書期間，除咗學到專業知識之外，我仲去咗一間跨國工程顧問公司，同一間本地嘅地基承建商實習，有機會參與唔同規模嘅 project， 包括橋梁同埋鐵路工程。呢啲寶貴嘅經驗，除咗擴闊眼界，俾我體驗到行業嘅運作，更俾我運用到 Ivy 所學嘅知識去解決工作上遇到嘅問題，亦都更了解作為工程師要具備嘅條件。而我喺 Ivy 嗰陣，學校就安排咗我去一間跨國嘅電機工程顧問公司做實習生。喺呢個過程中，我了解到呢個行業嘅生態，亦都認識到工程界嘅就業前景同埋專業發展係幾咁理想。Ivy 嘅高級文憑資格係受大學認可嘅。畢業之後，我升咗上理工大學，而家讀緊電機工程嘅 degree。我喺 Ivy 畢業之後，就攞到獎學金去英國升讀學士學位。由於學歷獲得認可，我可以直接入大學2年級。最後我以1級榮譽畢業，之後去咗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讀埋碩士學位。好慶幸而家喺一間世界著名嘅顧問公司任職見習工程師，希望不久嘅將來可以成為註冊工程師。我好開心能夠成為第4代 Sophie 太陽能車隊嘅成員，仲有份代表香港去澳洲參加 World Solar Challenge， 同嚟自全球40隊嘅車隊交流切磋，將平時學到嘅技術運用出嚟。去到現場比賽，有好多我哋預料唔到嘅事情會發生，臨場應變真係好重要。如果我哋冇做足準備，未必可以完成比賽。我同成班老師、同學喺比賽入邊發揮團隊嘅精神，喺烈日當空嘅沙漠，同其他世界級嘅學府嘅車隊鬥技術、鬥速度、鬥耐力，最後攞到殿軍，證明我哋 Ivy 嘅學生係有一定嘅實力。比賽嘅經驗對於我升讀大學好有幫助。喺完成高級文憑之後，我咗科大升讀電子工程學位課程，希望將來可以就我嘅興趣繼續發展事業。